真感谢主吼！咱昨昏哦，听到市政府讲，又搁要停班课啊。一个月前七月初嘛是风台，即届讲是落大雨安尼吼。所以昨昏呢，咱小伙就讲，哇，即声若落大雨吼，毋知做礼拜影响袂吼。就已经先甲主任问啦吼，问讲恁小朋友风台会当来，迄落大雨会当来袂安尼？咱的校长讲安尼啦吼，都来几个算几个啦吼，来说若无老师甲小朋友做伙唱安尼，无拍算讲这个天气也是咱袂当按算啦吼，早起甲即阵甲先拢无落雨的款，咱足顺遂吼，咱兄弟姊妹拢真正常出席聚会啦吼，毋过咱昨昏小伙就惊讲今仔日毋知落雨，大家吼，即个爸爸无大家拢总教。所以一点甲咱回失礼哦吼，咱即个爸爸节礼物吼，后礼拜来分所以你今日有来，后礼拜爱来哦吼，咱一个小礼物要送互大家。这个爸爸吼是上帝祝福恩典的囝儿啦，咱甲隔壁做爸爸讲，你是恩典的爸爸，好无？甲隔壁祝福一下吼。实在是上帝恩典的爸爸，实在是。有圣经的根据的吼，有圣经的根据，所以咱要今仔日用圣经的话，大家搁一遍，甲这个爸爸做勉励啦吼，毋是讲甲因恭喜祝福，祝你健康事业兴盛尔定。爸爸伫家庭的内底，迄个圣经互咱的角色真宝贵，咱要三甲来学习，咱先来祈祷。主管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因为你的听，互阮做伙来经历这个。恩典的主日，阮为着爸爸节来献上感恩，阮为着每一位爸爸伫上帝你所应允，这个岗位就是伫一个家庭，诚做一家之主，这是上帝你奇妙美好的安排甲设计。我若要通过圣经搁一遍来明白，但每一个做爸爸有上帝你属灵的恩典、属灵的呼召、属灵的应允，愿阮通过这个大家彼此去做。我伫你面前，将主你的话放入阮的心，也愿圣神亲自启示阮。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的主题讲叫做父亲的天职，吼，天职咱大家听嘛，谁知？就是做老爸吼，应该做拢爱做啦。这天职的内面有啥物是优先的，啥物是要紧的？老爸是儿女的荣耀，要安怎活出儿女的荣耀？是今仔日咱所要学习的。咱小等的经节会去做一个学习吼。当圣经内面呢，有无共款的经节，在表明咱做士大，特别是做老爸，迄个教养儿女吼，三项圣经的原则啦。这是对圣经来，毋是咱家己想。当然，你咱想5项、6项拢袂要紧，但这3项也是圣经原则，互咱真大的这个提醒，甲优先就对。第一个就是讲，培养儿女是父亲的天职，教家己的囝儿，培养家己囝儿，是老爸袂当提示的天职。意思是讲，请人来教，较偌好的老师。拢袂当代替做老爸，培养囝儿女的迄个品格，特别是一个人生观，搁较是咱的信仰，这个是老爸袂当推卸的责任。伊有所书说6章4节，讲恁做老爸毋通惹儿女的气就对啦，只要照着主的教示甲境界养育因。这句话通常咱会去卡伫倒位呢？毋通惹儿女的生气。即款话改成倒并才对咧。你囡仔毋通惹老爸生气，是安那老爸要惹囡仔生气。咱等下做一个说明，迄个话词吼为原文的意思啦。过来第2项也真要紧，讲儿女因的自我形象，伊安怎看家己？即个做。囝儿4岁，安怎看我这个人？讲是对老爸的嘴所出对因的看法。老爸安怎界定你的囡仔？
你的囡仔伊的自我形象就会家己伫细汉形成。咱的囡仔去外面，人安那甲咱讲，迄拢局部的若定。但是厝内老爸对囡仔迄款的形象讲的话，是正面的，是负面的，是肯定的，是鼓励的，也是一种安尼恨铁不成钢，逐项拢歹，逐项拢无好，逐项拢无卡我的标准。即个要界定即个囡仔将来伊出社会也是大人了后，伊自我形象。所以《箴言》17章第6节，咱第26经节所对应的经节是讲：子孙是老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即句话说有点无共款呢吼，迄对应无共款呢。讲子孙是老人的冠冕，毋过老爸阁是儿女的荣耀，所以颠倒变对无？子孙是老人的冠冕，是子孙为主咧。但是第二句是老爸是儿女的荣耀，安尼表示讲儿女要哪看见老爸所显露出来，互儿女通成做荣耀。第三，搁较决定性，对儿女讲的话，要决定伊也是伊的命运。对儿女所讲的话，要决定伊也是伊，就是囝儿查某囝的命运。即句对应的经节是记载伫《箴言》18章21节，讲生死伫指头的关系，喜爱伊的要食伊所结的果子。即句话看起来好像一个一般咱通常生活上的界面嘛，但是伊用伫遮的意思是，咱知影做老爸也是做士大人的，有迄个属灵的权柄。所以，当你对家己的儿女、囝儿所讲出来的话，你的指头所讲的，若是负面的，若是攻击的，若是看轻的，若是责备的，讲迄个囡仔伊会食迄个指头所结的果子。这是咱生活上咱拢经历会到，但是咱是要对圣经讲，即个诚做咱属灵上帝迄个属灵的即个设计，也是家庭的设计中间一个真关键的角色。那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兄弟伊足认真做工课拍拼，但是毋知什么原因伊的囡仔无甲伊无亲。开始大汉青少年这是伫美国啦。开始就去参加迄夜店啦，去参加遐 party 啦，遐毋是讲足正当的活动的对，甚至美国有时少年囡仔就咧食迄个大麻。哇！即个兄弟足紧张足艰苦，伊就去问辅导啦伊讲我足艰苦，感觉讲我都遐拼生拼死也无欠啦无欠甲遐囡仔一项要爱啥拢互伊，那是安那因到后来变安尼啦。即个辅导就甲伊问讲：你有想到上帝互你这做老爸的角色，你感觉你扮演了安怎？哇！即句话说倒问转来呢即个兄弟突然间一个足大的一个愤慨，伊感觉讲足不以为然的，伊讲。我认真拍拼，趁钱一份薪水，我著甲钱摕转去厝交阮太太出来就是阮太太照顾听起来都真认真敢毋是？伊佫加讲一句，讲若要讲我做比阮老爸佫较好安尼。即句话听起来是一般老爸足标准的答案呢。但即个辅导就甲伊讲兄弟你若想讲你做比你老爸较好，其实你是甲过零尔定呢。你老爸当初是对你无好，对你的伤害，迄是负分的，负50分。若对1分到100分，你老爸是负50分，因为无用正当的方式来教导你。你即马认真拍拼，讲趁钱等互太太，互太太去照顾囡仔，你掠做你已经尽着其实你是甲较早欠50分，佫转来0分定。
哇，这个兄弟惊一条讲，哎，啊，我都应该是上负责任的老爸，是安尼甲我讲安尼。伊讲你只是平衡转到0分啦，并无加分。啊，伊才开始咧思考讲，那到底老爸应该有的角色是啥物？咱以早有真侪即个家庭的一寡观念，拢固定，比如讲男主外，女主内。讲爸爸一个扮演黑面，啊一个扮演白面安尼吼。啊，爸爸都负责趁钱，啊交互太太，啊太太就去照顾这个囡仔。啊，爸爸出门，囡仔还袂醒，啊爸爸转来，啊囡仔已经困啦。是讲安尼，就是我应该尽的责任啊！但圣经内面甲咱讲，即款情形看起来是足负责任的，看起来足照起工的，也毋过无完全。所以咱就是要来学习讲，上帝伫老爸身上的角色啦。上帝伫老爸身上的角色，咱毋是讲听到一个专家讲，咱是讲啊，无圣经安怎甲咱讲？啊，咱大家三脚来思考讲，当安尼，咱做一个基督徒的爸爸。上帝爱咱优先要做什么？马拉基书4章60，咱真实的圣经讲，伊要互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救助遍地。上帝家要救助遍地的前提讲，爱互老爸转向查某儿女，儿女转向老爸。意思是种种上帝要祝福这个世界，祝福这个世界。伊优先的次序是大人甲细囝迄个感情会当亲密。老爸转向儿女，儿女转向老爸。伊讲免得我来救助遍地，意思讲这项若优先做救助就袂来。安尼又想着讲，哎，世间遮多的代志爱我做，啊是安那？上帝讲一句。这则圣经才是旧约圣经尾一节呢，搁来就新约啊！啊，这个互咱一个真重要的警醒：上帝的计划对亚当夏娃犯罪了，伊永远的计划就是救赎。好，甚至讲咱要甲失去的物件、上偷去的物件，咱要甲买回来，也甲赎回回来。所以。咱基督徒的爸爸，就是当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的时阵，咱爱先明白主的心意甲计划。主爱你的心转向家己的儿女，意思讲你足多项要做，但是这项优先，甲老爸的心转向家己的儿女。因为咱必须要重新受起造。咱都爱对上帝话得到提升，意思讲对话来提升我，毋是想着人安尼讲，我就安尼做；啊，人安尼讲，我安尼做，啊，你做袂到，还是讲我做无完全，还是讲我无一定爱做。毋过圣经讲爱咱对上帝话来提升啦，对上帝话来得到提升。若无咱会亲像拄则咱讲迄个兄弟，伊掠做已经尽责任啊。咱会重复以往迄个错误的教养方式，所以有一句话讲，一个甲老爸无亲密关系的囝儿啦，老爸若是甲囝儿无亲密的关系，这点真重要。亲密的关系，较早咧讲严父严爸严老爸，啊严父到底是对啊毋对？严伫倒位？囝儿时岁感觉讲祝福的，足心祝福的，还是严是一个安尼激一个气势，毋过囡仔并无领受着。所以，若无亲密的关系，是生活伫即个世间即个风俗愈来愈歹的社会中间一个悲剧就对。老爸甲囝儿的亲密，袂当用其他的来代替，袂当用金钱、用物质。来退换，咱都有看见圣经讲，以弗所书6章4节，做父母的毋通激儿女的受气，都要用主的教导养育来培养伊。
上帝互咱正做父亲的角色，就是讲爱训练咱的囝儿，训练啦。咱伫家庭先栽培、培养、训练。咱对后讲培养儿女是父亲的天职啊。这天职就是讲，你较安怎好的老师，较怎好的外口的帮忙，拢袂当退换你。所以老爸袂使讲，我用钱来代替，吼，我用安尼去旅游佚佗来代替，是训练家己的囡仔。伊讲咱若无安尼做，这个世界就替咱做。你唔教吼，好这世间甲你教，教歪个试出，你要搁悄袂倒转来啊！所以上帝要帮助咱成做一个成功的老爸，伊有迄奇妙设计哦。你茫想讲，这敢有影？伊伫每一个囡仔的内心放一个愿望，迄唔免教哦。囡仔的内心对细汉，伊有一个渴望啊，就是愿望爱得到老爸的认可。这句话无例外，迄是上帝设计，迄个奇妙亲子关系迄个角色，别人袂当代替。当然，咱知影有真侪特殊的例啦吼，无一定老爸有伫身躯边，但是那通常咧讲的意思是，当老爸对囡仔迄种认可、肯定、鼓励，伊的囡仔心中会产生一个无形的快乐，迄个快乐吼，别项袂当代替。好像就一个礼物吼，无有即个比较好，就对被老爸认可。这就是咱拄则头前有讲起着吼，咱圣经培养囡仔的三项的原则嘛，吼，就是讲儿女的自我形象是出对老爸对因，会对嘴所讲出对因的看法。咱若是家己做老爸，也是家庭的人，你会当深深去体会着。所以，咱拄仔讲即句话讲。儿女的自我形象是出对老爸喙中所对因的看法，这是上帝奇妙的设计啊！所以，咱若是做老爸无学习如何训练家己的儿女，咱就是在害因，互因失败，甚至某一个情况的下面，致到因的一生是悲惨的。伊是你失去家教，当然无一定大家拢往歹的行啦。但是，伊若去互外面迄个无错误的观念，迄个社会迄个污染着，你救伊袂倒来。因为老爸甲囡仔迄个认可，迄条线断去啊，迄条线袂通，迄条线产生误会。所以兄弟姊妹，箴言13章24节，咱常常捌读过即则经节，讲不忍心用锤啊拍囡仔是训恶意。疼囝儿的随时管教，咱常常会甲即句讲用锤啊教囝吼，来教咱今仔日咱台湾吼，这教育界吼，即句话属敏感的呢。我举锤啊不得了啊，你著互掠去关呢。囡仔吼捌甲老爸抗议啊，讲吼你家暴，伊讲伊要告警察，你敢知影？所以即句话伫原文的内面吼，毋是遐尔明显讲用锤啊，讲吹啊出孝子啦，毋是安尼，迄有内面有足深的意思。咱甚至甲一句话讲不打不成器，来甲斗起来，用心言来斗咱中文的即个俗语吼。严父出不孝子，会有一款的误解。伊讲这毋是完全对圣经的意思，即句话实际上是咧甲老爸提醒啦。就要听你的囝儿，认真思考安怎来教育家己的儿女。伊是讲，锤啊是一个意思啦，就是表示这个是你的责任，别人袂当推你，别人的锤啊都无效啊，你敢知？家己的老爸教养家己的囝儿，这是圣经所对咱设计。希伯来书12章有一句话讲管教，吼，咱迄个忽略上帝管教迄扎经文，伫12章内底。伊有一句话是希腊的单词啦，希腊词叫做
培拄啊，即个话吼，事实就是甲咱今仔日所读以弗所书6章4节即个教导、管教，即两个有共款的背景意思。中文吼，甲伊管做，甲伊译做管教是刑罚吼，但是即个话是中文的翻译，无法度完全表达出所谓即个培拄哦，即个话的意思吼。即句希腊语的话，讲是上帝安怎训练伊的儿女啦吼。啊，这是即个希腊文的原文啊，伊的即个发音就对啦吼。即句话那应该是包含下面即几项：做老爸上好的方法、上好标准，也是讲会当做较安尼下资格的老爸，就是老爸爱成做儿女的表率甲典范，毋是叫伊安怎做，啊你家己无做，所以。这互老爸责任重就是安尼，老爸做互囡仔看就对啦。你袂使讲你去做，啊我毋做安尼。啊，即个常常咱就想讲，哎哟，讲都讲啊，讲到也无效啊。你也看讲，事实是家己无做啊。你叫囡仔要做，囡仔当然嘛无爱。第二，会当亲自甲囡仔讲心内话，这是咱足侪做父母的上大的困难。我都问伊，拢无爱应呢，吼！啊，伊心内咧想啥，都无爱讲呢。啊，即个问题出伫遮，有法度人开帖即个甲家己的囡仔，咱讲促膝长谈啦，会当安尼啊，伊有意思讲你有好的沟通，无对立，即个是老爸第二个任务。第三是讲，毋通做直升机的父母，毋通做直升机的父母，什么意思？咱较早即句话是咱台湾家己发明出来。直升机的意思就像咱现在吼，最近毋是拢落大雨吗？吼啊淹水吗？哇有什物所在吼水淹啊，直升机随到吊挂啊，就随到救起来。咱做老爸做父母的，若是做直升机，比如讲囡仔伫倒位发生代志，啊你等下住遐，啊等我哈，安尼拢袂晓教伊讲你安怎解决，你安怎处理，啊我老爸替你解决。囡仔永远咧听候伊只直升机就对了。啊，第四项，你爱有一个生活的准则甲规范，你家己安尼做，你的囡仔对你安尼做，而且想法有依据啦，毋通安尼啊情绪一个来，啊念囡仔骂囡仔，啊有时佫对伊遮好，囡仔想讲到底老爸是咧想啥？什么事会对我好，什么对我歹，我拢无法度通一个根据啊。所以纵然诺意思讲，你若答应，毋通去凊彩答应。若答应，你爱做甲到。啊，若无囡仔想讲啊，你拢罔讲啊，罔讲啊，有讲啊，当作无讲，故意就家己的耳孔、家己的心关起来。啊，老爸就应付就好啊，毋通冤家就好啊，安尼。搁一项，咱知影囡仔需要管教的目的是亲像咱的教练吼。教练咧操练选手，你必须爱磨练。啊，你咧走，你咧运动，啊，你要较速度较紧，你咧球类的比赛要较遐尔啊精准，你拢爱一摆搁一摆训练。即几工咱台南吼，啊有咧举办咧世界的少棒赛啊，吼少棒赛，啊，就是讲伫 U12啊比赛。啊，看到遐囡仔吼，哇，每一个都有大将之风呢。迄球安怎拍，安怎走啊，拢足有架势就对。啊，迄我想讲好啊，这囡仔昨昏吼落啊落雨落甲大甲伊嘛，照常伫遐咧拍球啊，伊也袂讲，哎哟，雨来啊要救起来。啊，一定是平常时教练拢甲因训练好啊。啊，你若无操练吼，一个上场吼，就惊啊，就紧张啊。所以兄弟姊妹。塑造囡仔的品格是圣经对教养囡仔上重要的一段。伊的品格，伊的品格就亲像伊的基础，像一个骨架共款。啊，所以训练甲指导，伫拄则咱读的迄希腊语的中间，甲培养塑造性格有关的，毋是单纯讲啊吹啊囝来就解决啦。啊是讲激囡仔的上气。意思是你爱关心、爱教导、爱培养。但有几个建议啊，就是讲
咱爱学习融入去家己的儿女，融入去家己的儿女。另外一个故事讲吼，一个辅导吼，伊伫美国，伊甲一个朋友吼，要主持一个规划吼的会议啦吼，财务规划的会议。伊甲即个朋友吼，安尼安排好啊，设计好啊。但是伊即个朋友甲伊讲，有一个时间表会当甲你调整一下无？好，即个伊即个朋友叫顾大成啦吼，伊甲伊讲哇，我有一个组合需要甲你调整迄个时间表呢。伊讲伊有一个已经大人的查某囝，伊就讲已经成年啦。伫外州咧工作啊，伊迄个州叫做 Minneapolis 啊，迄个所在迄个城市吼。伊讲伊要来开车来看我啦。伊讲啥有啥物遐重要的代志吼？甲恁查某囝要来找你吼，时间改一下不要紧吼，时间表调整一下，迄段时间恁查某囝要甲你相找，要甲伊调整时间。即个顾问吼讲，听了讲无问题，毋过吼。当即个顾大成转来了后，即个顾问就甲问讲有顺利无？就甲伊查某囝见面啦。伊讲真好啊，伊就好奇讲恁查某囝是来遮工作吼，是毋是？伊讲毋是。伊即个佫甲问讲，无伊来遮是啥物原因？是要来甲你讨钱，还是要甲你讲啥物代志啊？讲无啦，无。伊开车开5点钟来找我。就是为着要甲我食一顿饭安尼。好即个顾问想讲，较奇怪，真好奇啦。佮甲确认讲，恁查某囝对面啊 police 开车5点钟来，佮开5点钟倒转去，5点钟等于咱台北走一逝，佮倒来一半呢吼。讲为着要看你，食饭讲2点钟，尼食饭2点钟，开车10点钟。伊即个顾问感觉讲，即个顾大成来讲即个话，若说讲啥物重大的代志咧，原来是要食饭尔，伊遮尔慎重甲改时间表。伊甲应答讲吼，是啊，伊就是为即个代志来，为着要来甲我食即顿饭。伊讲除了我的太太以外，我的查某囝是我上好的朋友，我的查某囝是我上好的朋友。哇！即个顾问听到即个顾大成甲讲了，伊讲哇，即个专心的一个观念，互伊惊到就对啦。讲伊嘛感觉讲真困扰，讲毋知影讲老爸甲查某囝中间即个连接，都要用5点钟开车的时间。即个老爸甲即个顾问讲了，伊家己有一个真深的思考。伊讲迄个5分钟，就是伊咧甲伊对话，因查某囝是安来找伊的。5分钟了后，会改变伊一生。伊讲，伊转去到厝，就开始甲上帝祈祷，讲上帝啊，对你即个老爸伊的观念，求你教示我安怎甲我的囡仔建立关系。即句话，互咱感觉讲足直咧就对啦吼。5点钟为着食顿饭，世间也无正在即款代志。但是伊是咧表达讲，即个老爸甲查某囝的关系亲密到，为着要讲话。竟然甘愿开5点钟的车。箴言17章第6节，B 就是咱拄则读的第2段，讲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迄个关键是啥物？就是做事大人的，咱容易足简单化，讲我著趁钱转来，我著为我的囡仔准备一条教育基金，将来有够人去读册毕业，甲你栽培大汉，然后做讲我的责任就了啊。但是若是照圣经的话，伊讲遮的拢是次要的呢，是关键是讲你有愿意甲你的儿女做伙无？甲因相处无？关心甲因问问题，甲因问，表示你传递一个足清楚的消息，你足在意因的，你足疼惜因的，愿意开时间甲因做伙，讲甲老爸做伙。会互囡仔的心掂到，对咱拄则读的迄个第二个第二个原则讲，老爸对囡仔所讲的话，来决定因的形象，嘛咧决定因的命运。
佮另外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医生的朋友吼，伊工作时间足长啦，咱知影讲医生爱看诊足无用。伊在提起讲，伊对个囡仔有点仔担心，感觉讲改成囡仔成长过程中间，甲因斗阵时间真少，感觉即个囡仔隐隐约约吼有点仔代志的感觉。伊就甲即个顾问讨论即个问题，到底问题出伫倒？到尾伊决定，讲本来迄个拜六吼，伊要甲伊的朋友去拍高尔夫。咱知影讲做医生足需要放松嘛，朋友招好后，要去拍高尔夫，来享受一个足迄个快乐的下晡。但是伊甲伊的朋友取消即个约定，伊用2点钟的时间去陪一个12岁、14岁、甲16岁3个囡仔，做伙去拍篮球，讲迄个礼拜日的暗时呢，因的囡仔拢亲自来，甲即个做医生的爸爸讲：“爸爸，真多谢你呢，多谢你教阮做伙拍球安尼。”即个医生过礼拜甲即个顾问见面吼，目睭含着目屎，讲伊了解。明白讲，伊囡仔成长中间，伊缺失吼，伊缺失虽然物质上无欠，但是人欠。伊的缺失就是咧，甲囡仔传递一个足明确的消息，讲恁对我无啥物价值，我毋免开时间伫你身上。安尼听有意思吼，就是讲，当你无爱甲囡仔做伙，囡仔会理解是讲，哎呀，伫阮老爸心中哦，我这是不算东西啦，伊的代志较重要，伊的朋友较重要，我是次要的。但是当你若改变迄个观念，讲孩子，你是我心中上重要。所以即个做医生的朋友讲，伫囡仔成长这段吼，伊就忍耐啦，甲伊爱拍的高尔夫放一边，因为知影讲无几冬伊的囡仔就要读大学啊，搁要招嘛无效啊，就对啦。所以甲迄几冬重要的时间留互家己的囝子。所以拄仔咱看迄字，迄个希腊字的撇拄即字，互咱几项的学习啦。就是讲，你要检验你爸囝的关系的时间的检验，这个检验真宝贵、真重要。第一是讲爱确保安全，囡仔需要知影伊也是查某囝也是后生，会当分享任何的内容，袂互你批评甲生气。这点真重要。咱真侪爸母吼，关心都有关心，无2句话你就生气啊啦！这囡仔讲吼，安尼以后我也敢甲你讲，我宁可甲我的朋友讲。所以你较安怎无理吼，你拢爱听好了，互伊知影讲，我甲老爸讲的话吼，老爸是足诚意的，袂生气，袂批评。第二，你的学习会晓问啦吼，了解因内心要想啥物。了解因咧想啥物，才会当用入去伊内底。检查你当用简单的问题开始，讲最近安怎有啥物好的朋友无？你读册啥物情形？用迄上简单的问题开始问嘅，问学校、问体育、问课程、问人际关系，问任何伫因生活中你想要了解，毋是袂情嘅就先甲讲，你这毋对，你迄毋对，你哪要安尼遐戆？就先听伊讲，等伊家己当作是一个好朋友的时阵，伊讲出来话才会完整，伊心内会欠缺甲无够，才讲会出来。然后你才有机会通甲伊对话，来调整。第三就是，你要学习用囡仔做中心，你的行动赢过你的语言，假使你会当小可较吞润就对啦。毋是家己一直讲话，是互囡仔讲。无论什么时阵，你甲囡仔做伙，注意力拢集中伫你身上，传递迄个有价值的信息，传递迄个伊是被爱的，就是讲伊足受老爸所疼。还佫一句话讲：闭上嘴，用心听。这也是咱成功的爸囝时间的重要。咱拢知影讲
心内所充满的话，嘴就讲出来。咱若对囡仔已经有一个继承的观念，你就随便讲你要爱，但是囡仔伊就讲袂出来。你敢有法度能够忍耐出你？若讲父母是在上嘛，囡仔在下，你会当改一个角色讲，互囡仔讲看卖。当囡仔讲话的时阵，你会当了解伊对什么代志有趣味，伊拄着什么问题，伊拄着什么款的挣扎，还是拄着什么款的伤害，伊会愿意甲你讲。啊，若无去找遐个无经验的人讲，啊，别人甲建议啊歪出去啊。最后讲就是讲，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吼，甲囡仔的时间这点足重要，是最后这点啦。囡仔当然伊若愿意讲出伊的困难、伊的挫折、伊的甚至无正确的想法的时阵，伊讲会出来，啊，就是异地的时刻。啊，若无讲出来，伊就讲啊好啦，无代志啦，啊足好安尼。最后上就是祈祷。当你甲囡仔自责的时阵，啊，你会晓牵着伊的手讲，来，咱拄仔讲的这个话题吼，咱大家做伙来祈祷。有时我看到讲，有的做父母的吼，啊陪囡仔去麦当劳，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生活那点，但是当囡仔讲爱食麦当劳，你陪去的时阵，毋是为着食迄顿啦，是为着伊欢喜将心内话讲互你听。啊，所以当你重视伊讲的话，然后用这个话题做祈祷的时阵，伊就袂拒绝你就伊祈祷啊。意思是先有一个铺排就对啦，伊愿意将家己的心思讲出来，然后你带伊祈祷，若是讲表示老爸关心伊，是把伊的问题带到你上帝面前安尼。咱阁看去《箴言》24章34节，即句圣俗的俗式的经节，伊原来经文是讲：万物因为智慧来起造，搁因为聪明来立稳，其中因为知识充满，财物充满，伊就是讲有充满足侪儿女啦，就是逐样美好的宝贵甲财物。即个充满是包括儿女哦。啊，所以兄弟姊妹，伊的重点是囡仔的生活意思是你爱欢喜，甲伊单独有迄个时间。特别吼，咱鼓励现场，咱遮的兄弟，若是你囡仔到伫青春期的时阵，你会当安排甲伊独处的时间。独处，因为这是一个建立稳固关系的模式的时期啦。学习安怎甲囡仔做一个较深沉的交流，需要一个时间。等于讲，这个时间吼是一个足好的投资。咱讲，亲像咱咧投资安尼，迄高红利的回报。当你的囡仔甲你有一个足深沉的交陪，而且是独处的时阵，伊会甲你当作是一个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毋是家是一个讲，迄是我的提款机，迄是我有欠钱的时阵较做的对象，是一个我愿意甲家己的困难、心事，也是经验分享的士大人。申命记6章50到70讲，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我今仔日命令恁，这话拢着记伫心内，嘛着温存教示恁的囝儿，无论伫厝内坐，也是伫路呢，落来也是起来，拢着互因听。这个话咧，甲咱讲什么呢？咧甲咱讲，上帝话拍动儿女，你的确互伊触动。上帝讲，你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主恁的上帝。伊爱咱用这个来教囝，安尼表示什么？是关系做优先的，关系做优先。所以当圣经的真理印伫咱的生命中，你才会当传互你的囡仔。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父母用心了解儿女的生命的中间发生的代志的时阵，拄仔囡仔家己有拄到一寡困难，还是挫折，还是即摆考试考了无好，有时是颠倒是即个时间是你上好甲伊做伙的机会。咱基督徒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讲将基督的生活做教条啦。讲你著安尼，干那一个冷冰冰的迄个规矩，无甲即个信仰成做一个生命伫的身上。较正确的就是圣经所甲咱讲，
上帝用建立关系做这条圣经的开始。上帝讲：听上帝，听我。这个甲咱做父母的什么款提醒呢？就是讲，将这个命令做起点，来甲咱的儿女讲，甲因讲听上帝。建立这个模式，就是甲因讲你要安怎甲上帝相同行。上帝用这个咧教导你。所以咱唔通甲圣经的话做冷冰冰的标语，也是一个好亲像一个规条，是讲听上帝。听上帝表示听老爸，听老母，爸母听囝儿，迄个关系比任何搁较优先，搁较要紧。所以最后咱兄弟姊妹大家互相通过今仔日主题讲。做父亲的天职，老爸是儿女的荣耀，是咱用模样，成做一个上有效教育的方式。因为咱的儿女是要看见你安怎活出所想要教导的真理啦。圣经这三项圣经的原则，我毋嘛讲，咱做爸爸的吼，搁甲读几遍啊看嘛呢？啊，你伫小组内面吼，是看会当家安尼简单的意思，拢甲记起来。培养儿女是老爸的天职，儿女伊心中的形象是出对老爸对伊嘴中讲出来的话。父母对囡仔的观念，要决定伊的命运。父母对囡仔的迄款看法，会影响儿女的即个一生的命运。这是咱做老爸袂当提示的，因为这是上帝所予咱一个模式，一个恩典。我希望每一个做老爸会当尽着伊的天职，也互儿女感觉是荣耀。咱即时要三个来吟首诗歌来作为祈祷吼。首诗歌就是